阿美族的巴拉歌曲吧，对不对？什么巴拉歌？来自马兰姑娘。这是10大排行榜。哦，10大排行榜，10大几个流行歌曲，对阿美族的流行歌曲10大排行榜来带来这首《马良的姑娘》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让我们再快点。